这打的是什么药啊？就普通的消炎药。昨天不知道打的这个。是吧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快走，你快走！啊！ 放开他！别过来，我杀他！那个，藏好了，别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别动，老实点儿。 别过来！激动，滚远点！我知道你，别过来！滚远点！没事吧？香园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说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哎。 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，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而且回家天天看着你，我会好得更快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嗯。 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急哭了。真的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挺在乎我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比云家不得亏欠你一辈子呀？原来是这样。老婆，我们去海边走走吧。我在医院快憋死了，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想去海边可以，但是你这会臭死了。你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行不行？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对了，
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买点啤酒。啊？办的怎么样？啊？一群废物！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伤好了？这点想着算什么呀？以前住院一住就好几个月呢。吹牛！你怎么让我买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为了庆祝你出院啊！来，庆祝段飞出院，干杯！不是你怎么没干啊？我一个女孩就干参加这样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没有啊。再喝一个。好事成双，干杯！现在呢？现在真没有啊。坐下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再喝一杯。喝呀！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？